台湾原本有可能去互法国殖民。1771年，匈牙利出身的贝纽夫斯基和偌济人关伫相当平的家教，但是伊甲同伴抢到一只船逃走，伊先伫日本靠岸，走落去来到台湾东部。伊嘛正做头一个踏入来台湾的匈牙利人。贝纽夫斯基伫台湾甲一寡原住民相战，嘛和一寡原住民结盟，佮答应朋友讲伊会佫回来。离开台湾了后，伊无返去匈牙利，颠倒走去法国。贝纽夫斯基建议法国国王会当殖民台湾。但是国王无接受，佮翻头委托伊代表法国去殖民马达加斯加。若是贝纽夫斯基成功说服法国国王，予伊为殖民马达加斯加变做殖民台湾，两个都会文明敢会就安尼来交换。迄当时中国敢若统治台湾西部，若是贝纽夫斯基返来台湾，法国可能会当统治东部。但是因甲即个机会相相信，而且法国失去的机会佫毋若即摆。踮下骹的影片，就会当知影是安怎法国甲台湾相相信相解。